安，好，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今仔姚牧师的细汉查某囝转来，姚明英，明英哦，伊伊即马伫中华，对中华合璧，对啊，英国教会请因传道起来，伊就转来遮嘿。好。伫个何必落会啊？咱后面一两年啊。咧和美教会啦，咧和美教会。对，嘿。可能去啊一两年有啊。我嘛毋知当时比较诶。可能接近要2年有啊。啊，即个一个囡仔，一个迄个对，我做古锥诶。枝啥物？啥物叫做啥物枝？蒙枝啊，柠檬枝啦，蒙枝啦。叫蒙枝啊。柠檬枝。好，无咱来开始请连长长来带咱祈祷开始。好，咱来三个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马上感谢你。伫即个暗暝，阮搁一遍组织，我们来三个查考约拿书第2章第10节到第3章第9节。这中间，上帝你通过约拿先知，要启示阮一寡奥秘教示，求个神甲阮三个弟弟，保守阮通过所个分享，甲牧师的规条中间，通搁较清楚明白上帝你，也知影阮安怎伫咱生活上，通继续来完成主伊所交托的使命，真正会当引带人来到你面前，诚做你的家己。阮将用的时间，安尼继续交托伫你的神，甲阮三个弟弟，我面前献上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免。阿免。好，咱来先来看即幅图啦。我感觉即幅图也真趣味啦吼。就是讲，咱看伫即个所在呢，伊有表达着因得罪上帝的部分，就是拜偶像吼。这种是啦吼。嘿，照着伊的即个建筑物来看，是一个真富有的所在吼，一个真富有的所在。伊是当地的一个首都啦吼。对王开始吼，王伫遮，王伫遮，这是先知约拿，吼。安尼开始，甲所有的人拢伫遐来穿满衫啦，三花夫伫遐低头吼，恳求上帝赦免。迄王讲检采上帝会袂甲咱毁灭安尼啦吼。好，咱小可来讲到第2章吼，第2章有讲到约拿伫迄个鱼的腹肚底内底祈祷。当然咱知影迄个鱼伫即个所在一个上顶的语言，就是伊代表死亡，代表迄个阴间的势力。伫第2章第1节就咧讲到约拿伫鱼的腹肚底。第1章上落尾讲到上帝差遣一尾鱼仔来甲约拿吞落去，所以2章就开始记载伫即个约拿伫鱼仔腹肚底，伊伫迄个所在咧祈祷。2章第2节就讲到伊的祈祷内容，伊讲我对淫妇的腹内嚎叫吼。基本上即两个是一个对应啦吼。我后壁会搁小可搁讲到即个部分吼。所以若照讲一个伫阴间，也是讲一个人拄着足大的困难的时阵，伊伫迄个所在祈祷来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面对上帝的时阵，
应该是心内充满着火罪，伊谦卑伫主诶面前求主怜悯吼。所以咱特别知影讲，经文所甲咱记载，约拿伫即个鱼仔巴肚底有3天3暝诶时间，这代表一个时间真长，长甲讲一个人差不多是已经死亡啊吼，已经是死亡诶即个境况啊吼。所以伫即个所在，所咧甲咱提醒就是讲，约拿因为伊违背上帝诶旨意。所以，伊面对即个死亡诶挑战，伫即个所在。当伊面对即个死亡诶挑战诶时阵，伊还阁知影通来上帝诶祈祷知影讲伊伫迄个鱼仔巴肚底是一个阴间，但是伊讲我用祈祷进入你诶圣殿，这是一个真有捌上帝诶人所会去讲诶话啦但是我即摆焦点共款放伫遮，就是讲。那照讲，伊应该是充满悔改、谦卑伫主诶面前，来求主诶怜悯但是看起来伊是较对当伫即个后壁面定，伊求主怜悯。到底伊有谦卑伫主诶面前无？还是讲伊有悔改无？有真心悔改无？这咱伫第4章诶所在会去搁去讲着啦好，所以伫死亡诶，咱讲界线遐尼久诶时间约拿书要爱互咱思考，就是讲上帝诶宽平，甲人诶顺服诶问题照圣经诶记载，还是讲照咱所对大自然诶理解来看约拿基本上伫鱼仔巴肚底是等于是死但是上帝却互伊对鱼仔巴肚底来吐出来这是今仔2章第10节咱所要看诶部分。所以伫即个3天3暝诶以色列习惯用法到底是啥物意思？咱连咪嘛会去讲较济啦伫旧约诶圣经中间，希伯来人因咧思考日子，就是讲有暗暝，有日时，有暗暝，有阴暗，有早起，这是一日一日诶概念，当然咱即满嘛是共款是安尼但是咱知影希伯来人因对日诶看法，甲咱有小可无共款比如讲，咱咧讲因诶安息日当时才开始，咱一般普通讲法叫做拜六。但是这无正确因正经诶安息日是对前一暝日头落山就开始算前一暝诶日头落山开始算，所以因诶概念甲咱有淡薄仔无共款但是当然伫即个所在，毋是咧算1天、2天、3天安尼尔，伊有伊诶形容诶意义啦3天是讲3天3暝咱看到今仔日大概分做3个段落啦第一个段落就是咧讲到伊祈祷了后上帝会通讲是用即个鱼仔甲伊吐出来，即个来做伫伊上帝回应约拿诶祈祷互伊离开死诶宽平这咱咧拄则已经讲着，这是上帝诶宽平伫即个所在所咧讲第3章对第1节到第9节咱分做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讲，搁一摆呼召约拿去做即项代志，就是讲去甲尼尼微城诶人宣扬上帝要来刑罚因大概是即个代志，伫遮因上帝搁来甲伊讲，然后第3节到第9节，就是咧讲着约拿去传即个上帝耶和华上帝诶吊命去遐伫遐传迄个上帝要毁灭即个城诶时阵结果得到诶效果竟然是毋是约拿所想诶啦遮诶人对王到至微细，全部拢穿满衫三悔妇伫遐悔改认罪这甲我拄则咧讲诶前言，约拿伫鱼仔巴肚底，伊到底有真正悔改无？甲这有一个真大诶对比伫即个所在所以
伫即段中间，咱佫会当分啦吼，第3节到第4节，用那入去伫即个尼尼微城传福音的情形。到来第5节到第9节会通讲是一个悔改的记载吼，悔改的记载。好，咱知影伫圣经甲咱讲尼尼微城是一个大诶城，是一个真强诶国度诶首都。伊安怎形容大诶城？除了伫希伯来文讲甲岛即个字以外，伊佫用3工来形容。3工伫希伯来人诶头壳底是即两三，嘛是咧讲真济，或者是讲真大诶迄个形容词啦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知影讲，即个是伊咧讲即个城真大吼，3工才会当行头，也是讲咱讲尼尼微城是一个伊诶直径吼，直径差不多是3工才行会头诶一个所在吼。阮今仔日则咧甲人开玩笑讲你若去美国吼，你会当安尼去坐即个公车吼，飞狗巴士吼，对加州坐到纽约爱偌久？3工3暝吼，真正是3工3暝吼。当然3工3暝，互咱讲你坐车拢无停困，司机一直咧驶换一直换司机吼，3工3暝，迄表示讲对美西上南边甲美东纽约这吼，足长诶距离吼，嘛是共款咧形容即个物件吼，美国真大呢吼。尼尼微城是一个大诶城，是需要来行3工吼。咱知影伊是亚述诶首都啦吼。咱大概知影讲因诶即个情形吼。到底即个约纳伊是安怎入去，安怎出来？咱毋知影吼，咱无法度去甲考究啦吼。不过就是讲，咧形容讲即个城真正是真大吼。约纳书耶稣讲，伊是一个神者。当然，耶稣所咧讲诶是迄个，伊伫鱼巴肚底3工3暝死，佮去互鱼吐出来，佮活。耶稣讲人子嘛要安尼吼，这是咧讲迄个神者。第2个神者呢，圣经无明讲，但是牧师认为讲，就是今仔日咱所要读诶，这是约纳第2个神者。通城诶人伫一工诶内底，约纳传即个上帝要毁灭即个城诶信息诶时阵，因就完完全全对上大甲智慧撒旦来悔改认罪，所以人诶心诶即个改变是一个真大诶神者啦吼，一个真大诶神者。伫耶稣饲饱5000人诶即个代志诶中间，除了咱知影耶稣8饼就若8若济，到落尾有剩12人吼，鱼仔嘛共款吼。但是佫另外一个思考就是讲，较对伫理性诶思考，就是较考古诶思考，讲咱知影即个5块饼2尾鱼是啥物人摕出来？是一个囡仔。一个囡仔，伊敢会家己去准备要去远足诶点心？通常是啥物人准备？因兜诶大人嘛，吼。因兜诶大人，若安尼讲，一个囡仔伊身躯边有5块饼2尾鱼，敢有可能所有诶大人身躯边拢无物件？吼只有一个囡仔摕出来，因为迄个囡仔单纯，所以耶稣讲，恁着爱亲像囡仔，恁才会当入天国。迄个大人呢？我遮都无够，我摕出来，还袂使安尼吼。敢有迄个可能性？这是考古学咧思考诶吼。敢有迄个可能性？就是讲，当即个囡仔摕出5块饼2尾鱼，耶稣伫遐祝谢，感谢上帝，互阮教囝会食。迄个时阵，人诶心受到改变，所有诶人物件拢摕出来，敢有即个可能性？吼，这等互咱去思考诶一个部分啦吼。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画家所画吼，画家所画就是因全部的人穿满衫三花夫伫迄个所在下面的精神，拢着爱三花夫来悔改吼。这是拄则咱看迄幅图吼。好，倒转来经文这个部分啦吼，对第2章第10节咱要开始来看吼。经文我读迄个新的台语汉字本啦吼。上主就命令迄尾鱼甲约纳吐伫陆地吼，伫咱的正手边一个吼。上主的话第2遍传互约纳讲起来，你去尼尼微城迄个大城，将我交代你的信息对因宣布吼。好，伫这个所在，上主就命令迄尾鱼甲约纳吐伫陆地。伫这个所在命令，伫这个希伯来文咧讲的是讲上帝讲，也是讲上帝吩咐回答，就是这个用上帝的话，表示这个上帝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吼。比如讲，咱倒转去看到创世纪同款的这个字词咧讲，上帝讲，就有光就有光吼。这个讲是上帝足有气力的权柄的话吼，带有能力，是一个创造，是一个有改变力的一个话词。所以上帝用命令吼，原文是讲啦吼，原文是讲。伊讲到命令迄尾鱼，就是讲嘛咧甲咱讲伫大自然的中间是上帝的掌权管理的下面吼。咱可能用安尼讲着，咱已经讲着创世纪。创世纪上帝创造爱甸园了后，将亚当甲夏娃放伫这个爱甸园，互因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既然上帝差遣亚当，尾也去创造夏娃，互因去管理所有的大自然，那安尼上帝搁较有可能，搁较会使来管理所有的大自然，因为迄是创造的吼。对咱的信仰的角度来看，咱是安尼来思考。咱咧讲的大海也好，还是讲鱼也好，拢代表阴间。咱亲像伫第2章的经文，咱已经有讲着伊也搁讲着迄个海的门框，阴间的门框，你甲迄个门串起来，海草甜我的头壳，顶有足侪形容词咧，拢讲咧形容约纳伊认为讲伊鱼的腹肚底就是伫迄个死的甜盘内底所以鱼真清楚基本上会较建议讲，莫甲伊思考讲是一尾真正的大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象征的意义，要来传达上帝听普世的一个一本足重要的先知册啦吼。好，上帝命令迄尾鱼真正讲吞落去，伫2章的第10节是甲约纳吐出来。吐出来就是排斥拒绝，当死亡拒绝咱的时阵，咱就无入去死亡当歹拒绝咱的时阵，咱就无甲歹做伙大概是安尼概念所以亲像利未记的经文嘛，讲18章25节含地道已经擘拉散，我要对讨迄个地的罪迄个地吐出伊的子民啦是伫即个字甲咱今仔日看到约纳互去的鱼吐出来共款迄个地伫利未记内底讲，迄个地无搁再去保护，会当保护伊的遮的人民，就吐出来上帝要伫遐来刑罚啦伊讲甲约纳吐伫即个陆地即个物件会当引起咱几个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讲，当约纳甲即个船长甲船员讲，恁甲我掀落海底，这风影就会平静。讲即句话了后，因无随时甲伊弹落去，因做一项代志，
因出力伫遐各阵啊，想要来刻画，即个就是咧讲即个绿地，共即个字咧讲即个物件，伊就是讲，刻伫绿地表示因会当活袂伫海里头叫风影啊，渗甲叫沉落去，吼。所以这另外一个意涵就是讲，互因倒转去活诶所在，也是讲伫后壁咱会看伊讲，用哪去倒转去伊本来诶所在。第二个角度是讲，当众人咧问讲，啊，你是啥物人？吼，啊，你敬畏诶上帝是啥物？啊，这是啥物代志？伊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所敬畏诶上帝是创造大海甲大地。即个字诶大地甲这绿地意思是共款诶，上帝诶掌权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看见讲，即个绿地基本上咧代表是一个活诶所在，吼，活诶所在。过来，咱也看伊讲，伫第一章诶后壁面，遮因咧各阵啊想要靠家己诶力是无在调诶，只有上帝命令。咱看见今仔日第二章第10节足清楚诶，上帝命令，甲伊吐出来。所以这是上帝诶作为，是上帝诶权柄，是爱靠上帝用手去告准是无在调诶，吼。因真忙用因诶力要来做这样代志，但是无法度，只有上帝本身，吼。那这个大地嘛，表达讲用那要倒转去伊原来诶所在，啊，到底这个鱼是甲用那吐伫倒位？圣经嘛无甲咱讲地点啦，吼。不离个就是讲照伫这个第3章所发生诶，用那有去到尼尼微城去传这个悔改诶福音诶时阵，咱知影应该是伫这个犹太地这个部分，伊才有法度去继续去行去到这个尼尼微城这个所在，吼。所以伊真清楚，上帝要叫伊去伫大地所在做一项代志，伊选择大海，但是无拍算讲上帝伫大海遐嘛咧等伊咧甲伊阻挡，吼。这是一个大海甲大地是一个对比，但是伫上帝也是讲用咱诶个别中间来讲，这拢是上帝主权咧管理诶代志啦，吼。按对第3章诶第3章诶第1节开始讲吼，伊讲耶和华诶话第2届临到约拿吼，我即几节我用和合本诶圣经，因为我用诶即个希伯来文诶圣经是用和合本做基础诶吼，我是用安尼小可甲咱小讲一下吼。伫即个所在，耶和华诶话甲2章第10节诶命令吼，是无共字。但是共款拢是上帝诶话，吼，无共字，拢是上帝诶话。伫即个所在咧讲种，即个话甲头前咧讲迄个命令，伊有层次顶悬诶无共款，吼。伫遮上帝互伊诶是一个调面去甲伊讲，你着爱安怎做，吼。这着倒转去伫第1章第1节上帝诶话。第2摆，上帝话来临到伫约拿，因为第1摆是伫第1章，结果约拿逃走，违背上帝意思，所以这是有一意思讲，若像申命记共款，搁一届来讲上帝互伊的调明，吼，搁一届互临到伫伊，搁一届嘛有迄个意思是讲，相款的物件，第2摆甲伊讲，吼，咱就知影讲，第1摆、第2摆所讲的是共款，受到共款的调明，吼，临到就是讲进入伫约拿的心内啦，吼，伫迄个所在，吼，咱咧讲 into，吼，已经有听入去啊，吼，上帝吩咐伊，已经有听入去啊，听入去了，咱就知影讲伊会付出行动啦，吼，会去到伫伊的内底，吼。然后上帝就叫伊甲伊讲伊爱去这尼尼微城吼。伊讲你起来去尼尼微城遮甲因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伫遮去讲着所吩咐你的话，咱连咪会去讲着啦吼。这就是讲第2届讲迄个意思啦吼。伊讲你起来起来，
咱知影，若照伫第二章第二章第10节啊，上帝是叫大鱼甲伊吐伫即个大地，咱讲是海岸，有可能是倒伫遐，还是讲当啊坐起来，然后上帝叫伊起来，叫伊伫原来所在，咱可能嘛莫想讲伊伫倒伫涂骹，是讲坐伫讲，意思是讲叫伊离开伊原来所在，所以伊叫伊起来，叫伊徛起来，叫伊离开。咱会当用这个亚伯拉罕受呼召的时阵，伊就离开本地本族老爸家，那个有安尼意思，伊受到上帝呼召，伊就爱离开对伊原来所在起来，伫这个所在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去倒位起来了，毋是徛起来安尼尔，是爱去有行动，去到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福音，伊照第1章甲咱讲，这人因会做真大，上帝拢有看见。嘛亲像约拿伫第2章，伊伫鱼的腹肚底祈祷共讲，伊讲我要对你来写我所下的愿，意思是讲伊会去照上帝的话来做，来恢复伊的积分，去做伊本地所应该爱做的，所以而且伊重新受到调命。咱嘛会当去思考，亲像耶稣找紧12个学生，找紧70个还是72个学生，叫因出去嘛是迄种起来意思，是咧离开本来的所在，离开因即马所踮的即个所在，好，再去讲到迄个大城啦，共款是迄个甲岛迄个城你若用希腊文就叫 polis 伊就是讲伫迄个所在去到伫遮真大的城去宣告我所吩咐伫即个所在所用的是单数我上帝单独对伊，但是即个字伫创世纪第3章第10节的所在，伊是出现伫复数咱咧讲着讲 Elohim 迄个上帝，还是讲我三个有即个复数所以伫即个字，咱伫圣经的中间，伊出现单数复数，有足侪摆伫翻译顶悬着爱真细字去看伊的前后文安尼啦所以创世纪29章第4节讲，雅各对伊讲兄弟对哪落来？因讲，阮对哈兰来这伫希伯来文的字根拢共款啦阮伫即个所在是复数是这个复数字根拢共款，就是第一人称这个部分好，上帝所吩咐伊的就是讲上帝爱用做伊迄个先知的职分，照上帝所传互伊的去传，袂当加一字，嘛袂当减一字。传什么话，咱毋知咱毋知影。但是咱对伫迄个因倒尾咧看用咧讲的，甲因的表现真正是着足大不共款。伊敢若讲着40天，上帝要甲恁毁坏安尼尔到底佫有讲什么话无？咱毋知影但是就是讲照着上帝所交代，亲像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咱真清楚咧讲着迄个大使命的时阵，耶稣讲着一句话啦伊讲第19节伊讲，所以恁着爱去，叫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奉父子圣神的名甲因行洗咧。伫即句20节，既然我所吩咐恁的，拢教是因去遵守。所以伫即个20节，耶稣基督安尼讲，即个情形甲今仔日的经文，上帝吩咐用的话，其实是相共的，就是咧传道者甲先知的职责。伊职责只有传达即个上帝所吩咐有的话，袂当加添家己的话就是讲伫咧传讲道理真理的中间，你毋是引用圣经来印证家己的话，
是你要传达的是圣经要爱你传达的，上帝要爱你传达的话，这个有真大的无共款吼。所以伊伫遮咧讲吩咐你的话啦，就是讲命令你去传吼。上帝命令伊去传的吩咐伊吼，就是伊领受上帝调命，照即个上帝的话来讲吼。照伊所传的即个话了后，整个的城内底所有的人就安那对王到智美世拢悔改吼。我读咱正评即个经文吼，约拿随时起来照上主的话去尼尼微城。尼尼微是非常大的城，着3日才行会透。头一日约拿入城宣布讲，过40日尼尼微会毁坏吼。这是咱所看到伊讲即个话。为什么讲即个话会造成讲后壁因会安尼来悔改？是毋是佫有其他的话？咱毋知影吼。尼尼微城人信上帝，就宣布禁止，对大到小拢穿满衫忏悔。这个消息传到尼尼微王遐，伊就对王位起来脱礼服，穿满衫，坐伫火府。伊佫对尼尼微人宣布讲，王甲大神吼下令人甲猩猩牛群羊群拢不准食物件，也毋通互因食，毋通互因啉。人甲猩猩拢着穿满衫，逐个人着迫切求救上帝，着悔改弃煞歹行为甲暴力，无定得上帝的回心转意，无法大受气甲咱互咱灭无啦吼。伫即个所在，咱所咧看讲，即个规城的人听着约拿咧讲上帝佫40日吼要毁坏即个城，结果因就安尼来规城来悔改吼。对逻辑顶悬来看吼，这计上无啥会通啦吼。因为照看圣经的经文，无有提供讲恁若安怎做，上帝就袂安怎吼。这互咱一寡思考啦吼，就是讲是毋是约拿有甲因讲恁若安怎做上帝想恁若悔改可能上帝会得怜悯。嘛有可能吼，约拿嘛无条工无爱讲呢，因为你若倒转去到第4章的时阵吼，你就会看到约拿足无爱遮的人吼悔改认罪，因为安那伊感觉讲你叫我讲的话吼无算数，我讲40日吼上帝就会毁坏这个所在，结果无影无迹吼。所以咱伫遮来看讲，伫经文内底所咧甲咱表达的，其实是上帝的旨意，是一个中心点啦吼。伫遮约拿将上帝的话来传达，甲因讲伫第40咱连面会去看到讲，40日伊就会来毁坏来毁坏即个城毁坏即个城。3章第1节的话是共一字，就是上帝爱约拿去讲去甲伊讲的话伫即个所在，咱知影伊着爱去传达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经甲咱讲约拿随时就起来头前是上帝甲伊讲你起来你站起来，你起来离开迄个所在，所以伊就随时起来。咱会当甲什么人做连结呢？就是迄个路加福音15章迄个浪子的细汉囝浪子故事内底细汉囝，伊去反悔，也是讲伊去做决志，讲我要倒转来我的老爸遐，我的老爸辛劳遐仆人食了佫有剩，我要来甲阮老爸讲讲我得罪天佫得罪你我不配佫做你的囝伊伫安尼决志了后，伊做一项足重要代志，伊就是起来，离开伊原来的情形，付出行动，付出行动就会有效果啦有迄个效果伫咧所
所以伊就照上主的话去到尼尼微城伫这个所在，所以伫伊本来文的圣经这个字叫做 arise 起来吼，甲第一章咱看见用那伊听到上帝呼伊的呼召，伊就落去，这两个字是相对比的啦吼，一个是沉沦，一个是去高升吼，用安尼来看上伊做这项代志是照着上帝的话，所以伊是起来吼。起来是甲上帝建立重新有诶即个好好诶关系吼。这个非常大诶城中文诶翻译讲是极大的城非常大的城吼。是咱知影甲岛吼，是一个 greatest， 就是讲足大，无个有比这较大诶安尼啦吼。咱咧讲 city， 用即摆诶话讲 city 来讲就是比较较大诶城市，较会什物市，像咱古早来讲什物县，咱遮古早叫台北县因为人口增加到一个程度，就成直辖市变做市所以迄有迄个差别伫咧咱知影好，拄则讲行三日遮头，即个三，咱知影伊有伊代表的意义除了数字的三以外，嘛咧代表伊是一个真大的概念。所以伊真有可能是咧讲伊的资金，嘛真有可能讲伊着爱踅3工我毋知影圣经无互咱足 detail 的即个资讯但是咱知影讲，即个城是当地当时上大的一个城犹太人足习惯用的几个数字的象征，3以外，包括7是代表一个完全嘛有40，比如讲旷野40冬禁食40年日等等遮的12是代表12个支族等等这个所在。但是呢，伫遮嘛要甲咱提醒我捌看迄个基督徒足迷信的因兜啥物物件拢要用7车牌爱买7啥物拢用7电话号码拢调工去买迄个7的这是叫做基督教的迷信啦请咱毋通绝对毋通有即种的迷信这是伊有伫圣经内底有一寡代表的意义，甲伊所要传达的意思咱知影，毋是讲你用3用7，你就会较受到祝福安尼好，路加福音13章32节，耶稣讲恁去甲迄个狐狸讲，今仔日明仔载我赶鬼治病，第3日我的代志成就了伊就是咧讲着3日要搁过活，要来成全以表耶稣家己的过活。另外路加福音15章32节讲叫门徒来讲里面即个人伊就甲我已经住伫即个所在咱会当看到讲伫撒母耳上卷30章12节有类似的记载啦伊讲即个搁互伊1粒无花果干，2粒葡萄干，伊食了元气就恢复，因为伊3日3暝无食无啉即个意思是咧讲啥？代表伊足侪工无食代表伊足侪工无食已经无元气伫即个圣经内底3来做形容词的所在，其实不哩济啦好，进入即个城敢若讲即个进入城，毋是敢若讲用行入去安尼尔就是讲伊真正是入去伫迄个外邦的内面，伊入去伫迄个罪恶的中间。亲像耶稣找伊的学生出去的时阵，伊讲啥？好哪亲像要入去甲羊送出去，要入去伫豺狼的内底。约拿无爱去的原因，是因为伊是一个外邦的城，伊是一个罪恶真重的城，所以无爱去。但是伫这个所在，除了伊的咱讲身体用行入去以外，搁较深的意思，就是讲伊将上帝的话带入去伫迄个罪的内底安尼啦
伊行一日，到底行一日是偌久，还是去到倒位，咱毋知影吼，因为这无介清楚的形容吼。不过咱知影讲伊来行趟过即个城吼，但是伊无行到全部拢过去，伊只不过行一工尔。伊圣经只能安尼讲，即个城爱行3工，但是伊行一工，真有可能就是到伫迄个城内底的大广场吼。咱讲上楼迄个所在，也是咱咧用英语讲叫做 downtown 的所在吼。是上楼迄个所在，可能真侪人市中心，伊伫迄个所在就来宣讲上帝交代伊讲的话，吼。所以这嘛是一个譬如性，吼，大概咱知影伊大概去到伫迄个所在，用一工的时间来行入去。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来宣告，即个宣告甲伫尊元因拄着大风涌迄个求叫，吼。伊讲英语是安尼讲叫 cry out， 吼，就是讲话足大声，敢若哭出来迄个意思。意思是讲真急、真大声，惊人听无，吼。所以伊用足出来的声来甲声音讲真大、真急，互人听着，吼，互人听着。伊讲的讲，过40日，尼尼微城要倒坏，吼，要倒坏。迄个倒坏意思，好若亲像耶稣伫马太福音，也是伫福音书中间，伊咧有言讲，将来伫即个城无有一块石头踏伫一块石头顶悬，意思是讲完全去来，咱讲用真实变过安尼就对啦，吼，就是无搁存在啊，吼，无搁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预言啦，吼，一个真严重的预言，也是讲上帝要甲这个城完全的改变，无搁再是原来的形。伊原来形是啥？照上帝伫第一章甲约翰所讲的是，这是一个真大的城，而且阁是做真重。所以上帝要甲伊改变，要哪改变？两种方法，一个是认罪悔改，一个就是人死了，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大家看着讲，迄个改变到底约翰有甲因讲清楚无？咱毋知影。伫第5节，尼尼微城的人就来信服上帝，吼。人伫即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是用男性的即个人啦，吼。你讲的 Adam， 吼，小写的 Adam 吼，就是讲男人，还是讲所有的人，其实伫咱咧讲用社会学的观念来讲，伫迄个时代用男性做主体咧记圣经，男性一个男性的后壁面就代表可能有4个还是5个，吼。伫咧讲，嘛是咧代表讲所有的人啦，吼，所有的人，因就拢信上帝，吼。我来感觉讲，咱伫使徒行传咧看彼得讲道，就讲伊足敖的吼。伊讲道了，就3000人信主呢，吼。这约翰搁较厉害呢。伊是讲道了，吼，全部尼尼微城的，吼，包括王，就拢信主咧，拢相信上帝，吼。所以伫这个所在，咱有看讲，其实是上帝咧做工，吼，上帝咧做工，陪伴这个人的心，互因柔软来听。所以因就宣布即个宣告讲要来禁食，吼。伫即个所在，伊第5节到第6节咧写的次序点悬咯，咱会感觉怪怪啦，吼。但是伫即个所在，咱看伊讲，因是伫即个所在就已经宣告要禁食，吼。伫遮就是大家就烧酒啊，啥物人当宣告？安尼讲，伊讲国王吼，对王开始啦，吼。伫即个城市嘛，有可能有市长，也是有无共款的官阶的人，吼。所以伫后壁面来讲，王甲即个大官，大臣，伫遐来宣告，因拢做伙宣告啦，吼。所以伫遮有可能，即个时阵王毋知影，照圣经记载次数来讲，
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在地的官，伊就先宣告来禁食，吼，到伫上大到上细，因伫遐宣告，宣告意思就是讲，毋是干那我一个听到要禁食尔，伊宣告是望所有的人拢禁食。为什么安尼？因为咱倒转来看吼，因为约拿的预言是安尼讲吼，尼尼微被倒坏，是全部的城，毋是讲某一个人要受刑罚吼。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才会用宣告的方式吼来。伫即个所在宣告禁食，禁食当然伫旧约表示一个人的悔改，是伫当初是咱咧讲即个古早时代，因伫禁食的中间，拢咧表达迄种心内的忧伤吼。无论伊是毋是犹太人，大概伫过去迄种的因的民族性，因就是安尼吼。人厝有人死，因就是拢伫遐自责禁食。即个所在佮讲着穿毛衫、三恢复这甲旧约以色列人的传统拢足共款吼。即个所在是亚述咯吼，所以伊嘛是共款。所以伫即个所在也看到因真正的听到约拿所讲的，讲过40日即个城特别来倒坏了，因就来安尼来表达因家己的一个艰苦心的一个表现啦吼。士师记20章26节讲，以色列人就是所有的军兵拢上去逼着你，坐伫上主的面前低头。迄日因禁食到日暗，搁伫上主的面头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通常烧化祭是一个认罪的祭物吼，安说。也伫遮不但是禁食，就是讲，因伫遐来表达因的艰苦心。咱知影以斯帖的记载中间，当末底改叫以斯帖去甲王讲了后啦吼，以斯帖要去见王进前，伊就要求所有的犹太人爱为着伊禁食3暝3日，吼。当然，这是一个真清楚的3暝3日因对因来讲，3暝3日真重要真重要。嘛代表因会当对迄个死亡的敬畏会当脱离这个意思吼。所以因伫遐无食无啉伊讲我甲我的强女嘛要安尼来禁食，然后我要违背法令入去见王。我若着死就死吼，所以你甲看伊有迄种面对死亡的决心，伫这个所在禁食代表伊家己的软弱，伊将这个主权交去互上帝安尼吼。咱若看见伫扫罗王死了后，这个勇士也为着因来禁食7天啦吼，因代表这个因的艰苦心安尼吼。伫这个伫撒母耳记上悬有甲记载有甲咱讲，摩西甲耶稣的禁食是40天，但是伫旧约犹太人的中间，因的禁食其实已经去互人误用吼，特别是法利赛人时常将禁食当作因的一个外表行为伫遐做夸口来用的吼，所以禁食其实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嘛爱真细致啦吼，嘛爱真细致。也利未书14章12节，伊讲因就是禁食祈祷，我嘛无要听；就是献烧化祭甲素祭，我嘛无要接纳。我颠倒要用刀剑、妖蛾、瘟疫来甲因消灭。这是足严格的一个批判吼。所以毋是所有禁食上帝拢欢喜，才会去这样代志。就是讲，咱要用什么款的生命态度来面对上帝，还是讲来处理禁食的代志吼。所以禁食是一个一种的操练，嘛是一个敬虔的表达啦吼。好，咱看对上大到至微细意思是讲。
简单来讲叫做全部啦，就是所有二城内底诶人，拢总禁食，拢总穿毛仔衫。这穿毛仔衫对当初时来讲是大代志哦吼。穿毛仔衫若毋是至亲过身，就是王过身我想亲像咱即回看到日本诶前首相吼，即个安倍去互暗杀即个代志因伊整个诶日本人所表达诶嘛是迄种诶哀伤，因听讲因伫9月要来办理国葬安尼共款就是讲，若毋是王，就是你诶至亲若全部诶人拢会穿毛衫，就是王过身伫迄个帝王诶时代是安尼但是咱知影就是讲，大笔诶即个悔改诶诗篇51篇17节讲，上帝你所爱诶这是痛悔诶心灵，忧伤痛悔诶心，你欢喜接纳咱来看去讲，重点是因禁食，重点嘛毋是因穿毛仔衫，重点是因听到约拿所传讲诶，因就相信。然后表达因诶悔改诶心灵，迄个是真正诶重点迄个其他诶做法是咧表达因对心底即个代志好，第6节就是讲我咧讲伫处事顶悬诶问题所以伫因安尼宣告了后，即个信息传到利未王诶耳孔中，伊就落宝座，脱伊诶条服来换即个毛仔衫，坐伫火湖诶中间。即个信息就是迄个消息，什么消息？真可能有人甲伊讲咱若无悔改上帝40天就要甲咱倒坏即个城呢即个国家所以伫即个所在伫遮伊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就是有人去甲伊讲什么人去甲伊讲？应该就是迄个大官啦大臣大官去甲伊讲了后伊就来照即个听到诶。伊嘛照逐个所咧做诶，伊就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知影即有2个处事，伫第5节所讲诶是迄个有可能是迄个城市诶市长所宣告因逐个。尼尼微王代表应该是讲亚述王，是整个诶国家因来讲诶因听着了，所以对伊搁较扩大因即种认罪悔改诶做法所以听到即个消息了后，就来伫即个中间，伊嘛照安尼做，所以当王嘛安尼做诶时阵，伊就代表整个诶国家拢共款伫迄个所在禁食披麻穿毛仔衫，坐伫火湖诶中间，代表因诶悔改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即个消息传到伫尼尼微城，咱讲就是入伫伊诶耳仔内底所以逐个所咧做诶然后伊就对宝座落来宝座落来就是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讲伊对宝座徛起来，咱拄则咧讲是离开伊原来所在做改变约拿第2摆接到上帝的调命了，伊就起来做改变，去到尼尼微城。即个王伊就对宝座起来按中文翻译讲下了宝座了但是伊是对宝座起来，离开伊的王，伊无搁坐伫伊的宝座顶悬，然后伊脱伊的即个皇帝衫伫即个所在，咱就知影讲伊已经甲伊的咱咧讲伊的官位伊的职务拢甲伊藏落来，伊无搁再用王的身份来面对即项代志，所以伊就甲伊的衫脱来，表达伊搁无搁再是一个王，因为伊咧面对的是一个会当毁坏整个亚述
帝国，还是讲尼尼微城诶一个上帝，所以伫遐伊诶王位就无去算是虾米货吼，所以伊将即个礼服传落来吼。啊，咱伫即个乌克兰战争诶中间，咱来看伊讲，乌克兰诶总统伫战争了后，伊都无搁再穿西装，伊逐工拢穿咧军人诶 T 恤，甚至一般即个西方国家诶领袖去甲拜访，伊共款穿迄领，咧表达啥？表达伊甲伊诶国家做伙伫遐来面对即个战争，还是讲伊用安尼来表达？伊是伫迄个国家无好诶境况内底，穿水衫对来讲已经无意义啊，无意义啊，所以伊就将迄个伊诶衫脱起来所以伊毋是穿一个真咱讲稀有诶即种代表还是即个穿衫所以伊伫迄个国家困难诶中间，泽伦斯基伊来代表伊甲国家甲人民是徛做伙。尼尼微城即个王嘛共款，伊脱即个衫落来就表示伊甲所有诶人民拢共款，伊需要做诶毋是伫王即个人民顶悬诶王，是伫上帝面头前伊是至微细，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嘛，换即个毛仔衫毛仔衫代表咱咧讲有丧事拄则咱咧讲着即个穿毛仔衫，所以这是已经全面诶运动。因伫即个恢复诶中间咱来看伫迄个艺术帖嘛是共款安尼莫伫介知影即个代志了，就拆二衫穿毛衫三恢复，行入城悲哀低头大声吼，行到王宫诶门口就停地，因为所有穿毛衫诶人拢袂当入去伫王宫内底这是莫伫介伫迄个所在咧表达伊诶艰苦心啦王诶命令甲诏书送到逐省逐所在，犹太人拢紧正低头哀叫非常伤心。阁有真侪人穿毛衫倒伫恢复诶中间就表示讲因全部人甲尼尼微城共款，拢伫遐哀哭担心哀哭，因为因拄着困难诶代志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恢复诶中间。咱嘛伫即个撒母耳下卷13章就有看到暗论的罗卜就甲伊拖出去，因门就串咧。迄时他妈穿彩色的衫，因为王要袂出嫁查某囝，拢穿即款衫。他妈三恢复伫头顶，拆离所穿的彩色的衫，用手抹头壳迄就是哪行哪好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嘛，咧表达伊诶心内诶艰苦，伊所拄着诶代志所以伫旧约诶时代所咧记载，也是讲当初是因传统来讲，拢用安尼来表达因诶哀伤啦其实咱伫民间宗教诶丧事嘛是共款，有披麻来表达咱对亲人过往诶即种哀伤咱讲披麻戴孝啦这是传统的所咧表达的一种诶方式好，第六节到第九节其实是咧讲到第5节记载诶结果解释啦是讲伊即个发展到底是安怎发展伫迄个所在尼尼微人因就宣布讲王甲大臣下令，人甲精生牛群羊群拢不准食物件，毋通互因食，毋通互因啉所以第5节咱知影看因就宣告对，宣告了后壁就解说对王开始过来因安怎做伫迄个所在咧解释第5节因到底是安怎做大臣伫即个所在嘛是讲，意思是讲王落来迄个王搁落来迄个啦上大诶啦会可能咱会当个了解做宰相即个大咱知影咱看过若摆迄个其实伫创世纪第4章13节该阮对上帝诶刑罚，伊咧讲我诶刑罚真上重，即个上重甲即个大字是共一字啦意思讲缀到我袂喘气我担袂起安尼即个大臣王甲大臣下令当然
即个中间咧讲到命令，即个是特别的命令啊，意思是讲所有的人拢爱照安尼做，拢不准食啊。伫原文的意思是讲，你含即个含刺的拢袂使刺啦，是讲你含担就袂当担啦，一点点就拢袂使中文甲即个人甲动物诶翻译甲分开啦，较接近原文的意思就是讲人伫食诶物件，甲你咧养饲精生迄个是无共款诶。讲人伊家己袂当食，嘛袂当饲遮诶精生咱就来倒转来思考，耶稣伫咧甲犹太人咧论着安息日的时阵，安息日的时阵，耶稣学生食物件，用麦来食因伫遐咧攻击耶稣，安息日拢伫遐做代志，耶稣就甲因挑战你伫安息日的时阵，你敢无咧饲精生嘛？即个倒转来甲咱今仔日的经文伫遐做对比，这王宣布含饲精生就袂使，这是真真正正咧修因咧讲对上帝来表达因诶悲伤认罪悔改是真实的啦所以拢完全无所以逐个人着迫切求叫上帝这个互咱想到第一章，迄个船长叫逐个人着爱迫切求家己的神，共款的意思。但是伫即个所在所咧求叫是同一个上帝，什么人的上帝？约拿所传的迄个上帝，约拿所传，所以伫即个所在爱迫切，伫遮迫切，就是意思讲足大力的啦，出力的就爱出力的。甲咱咧讲迄个大风涌的大是无共款的意思伫即个所在是出你所有的力来即个祈祷就对啦大的祈祷当然咧求救就是上帝来依靠，来上帝来求伊讲逐个人着悔改弃杀是讲离开啦离开原来迄个歹。迄个歹行为，其实就是咧讲着撒旦的本质咧讲着撒旦的本质，属于撒旦的是灾难的就亲像主祷文讲，着救咱脱离迄个歹的away from 互咱来离开第9节，伫这个所在讲，无定着上帝的回心转意，看起来因无有，该有把握啦无定着who knows maybe 伊嘛无一定，但是伫迄个无确定的中间，因愿意安尼做，我认为这就是信心啦我认为这就是信心，因为因毋知影结果会安怎，但是因愿意全部安尼做伙做伫遮上帝回心转意过去的圣经拢讲后悔啦其实这毋是讲后悔虽然伊有后悔意思，就是意思是讲上帝无搁再照原来伫40日了后要来甲即个尼尼微城倒坏，无因为因安尼做，因期待上帝会改变伊原来的意思改变伊原来的意思伫创世记第5章29节讲，甲伊号名做那伊讲，即个囝要安慰咱，因为上主捌救主地互咱做即个做工苦劳伫即个所在，搁来互因得到安慰，即个安慰就是上帝的转意啦创世记第6章第6节讲，就因为伊做人伫世间感觉伊遗憾，心艰苦，即个遗憾嘛，甲即个共字遗憾就是讲上帝和合本搁再翻译叫做上帝后悔伊用即个翻译啦但是后悔伫咱的文字顶悬有较负面的讲法所以即卖新的翻译伊就改变迄个翻译的意思咱就会当较清楚知影转移就是讲
180度的回头啦 ，return 啦吼，无搁再照原来计划回头就是要毁坏，即嘛无毁坏，这就是用啦吼，行袂出来的所在啦。你上帝你吼叫我来讲40日了后，这个所在就会毁坏会变过啊，结果你即马互我安尼吼，无民主啦吼，无民主，所以伊讲上帝看会当无大受气吼烈怒吼共款吼，就是讲伊这受气是讲咱听见台湾人的长辈咧受气的时讲，你毋知我烽火足倒的嘛吼，迄个意思是讲气甲要倒火安尼啦吼，共款迄个意思吼。好，咱有几个问题，咱做来思考啦吼，就是讲上帝呢，互这个大鱼来吐用纳伫这个大地内底，这对咱来讲，对基督徒来讲，是毋是上帝爱咱倒转去原点？起初受感动，起初决志，这嘛是伫第2章用那各一解伊讲我要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要对你写我所下的愿吼伫这个所在，敢有可能上帝是正着安尼，要互咱来倒转来迄个起初的痛心，起初的决志，因为上帝爱咱诚做伊的仆人，做伊的使徒吼，照主的命令来传啦吼，就是讲咱爱时常去思考一项代志，今仔日咱所讲的吼，咱所传达的，是因为咱家己想要讲什么话，还是到底是主要对咱讲什么话吼？我想这对一个咧传讲主日信息的牧师来讲，我是这是足重要一个提醒吼。上帝爱咱讲什么话，咱要安怎讲吼？要伫这个所在来好好做上帝的出口吼。好，一天的内底，互一个国家全部来悔改，人心的改变，悔改来信主，这是约拿书除了这个大鱼吐出来这个新约以外，上帝要咱学习追求这种的新约像咱会当做什么款的改变？上帝要爱咱学习什么款的启示啦？伫这个第3章的内底禁食，我家己是足细致处理禁食的代志啦阮查某囝有这个咱咧讲 ADHD 叫做过动症，伊嘛有注意力不全这两种阮无心伊是混合的，所以伊爱食药食药来帮助伊。这个中间第一届咧甲医生咧见面的时候，我陪去医生就咧讲我爱足确定你的情形是安那，因为有足侪人拢食即个药咧做减肥共款就是讲，我要讲是讲，有的人甲禁食当做啥物减肥我听足侪用禁食，咱来禁食，来看了后，什么人瘦较济这拢是无正确的这是一种的无正确。另外一种的无正确就是讲，禁食好哪亲像咧三更表现你对上帝有偌敬虔。我捌伫台湾听过2个事件，一个事件是新闻事件伫中和有一对母仔囝，足侪年前因为教会要求因得爱禁食42句，结果尾也是厝边发现足臭的，去报警了，才发现因2个夭死伫厝内这个。另外一件是伫这个有一个公园伊当然我感觉真钦佩伊伊要去报道进前，伊拢爱禁食。但是伊时常因为禁食身体无好，所以聚会拢去互人取消延后。我就咧想讲，安尼敢对？安尼敢对啦我用问题来思考啦
英国有一个探险家、挑战家，伊的名叫做 Brian。từ迄件事件了后，我就足少看伊佫出来咧表演吼。伊有一届挑战40天，干那啉水尔，禁食。啊了后，伊诶医生就宣布讲，伊诶身体永久损害，永久损害啦吼。点彩有人有法度安尼吼，但是我认为即个禁食诶物件，毋是要来超越一个门槛，毋是要来比赛讲啥物人较健健，亲像法利赛人咧讲诶共款。所以拄则咱看迄个经文所讲诶，上帝拒绝接受人诶禁食，因为迄毋是敬虔咱需要真正敬虔，才来做即项代志。禁食袂当有别个目的啦，禁食袂当有别个目的。这是牧师感觉爱伫禁食顶悬爱足细致，特别是咱诶身体，比如讲咱有血糖问题诶人。我就无建议禁食诶即种诶宗教行为所以即个部分伫遮小可甲咱提醒啦服装啦你伫咧想讲伫来教会服侍、来教会敬拜时阵，咱到底安怎穿较好势啦阮迄阵伫美国诶时阵若对东方伫纽约还是讲伫Boston。因遐退休诶人若搬来伫加州，伊若去教会做礼拜，伊拢会讲恁足无体统诶，拢穿安尼因为伫东方诶人穿了足正式诶，足正宗诶。加州足侪教会人甚至有迄个牧师是穿凉鞋，穿牛仔裤，外口则披一个迄个咱咧讲大服因叫做牧羊服啦白色诶。到底要安怎穿？当然，咱无法度无才调去要求逐个人但是我会定定去共提醒，就是讲，你去约会时你会安怎穿啦？你要去应征一个职业诶时阵，你会安怎穿？你去见上帝诶时阵，你敢无应当爱穿较好势嘛所以到底咱要安怎穿你想讲即个王，伊为着要对上帝表达伊诶敬虔甲伊诶谦卑，伊就将伊诶上条诶即个礼服脱落来，穿毛仔衫到底要安怎穿？其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有伊无共款诶文化，像即摆足侪原住民所穿诶牧师服，拢甲阮无共款所以这嘛是一种功课啦一种功课后来第7节所讲诶，人甲精神、牛群、羊群，拢毋通食，毋通啉水，连试看卖也毋通这是啥物意思？就是拄则咧讲着，讲伫安歇即个中间咱到底会当共帮忙无？还是讲咱真正是爱亲像法利赛人讲啥物货拢袂当做其实因拢偷偷咧做咱其实其实伫尼尼微城诶人，伊是真真正正伫遐要表达因诶痛心悔改好，咱是毋是有尼尼微城即个王诶信心？一个面对一个毋捌听过名诶上帝，因用单纯诶心来接受悔改，并且用单纯诶心望上帝怜悯，有可能会临到。我感觉这个信心更较大最后是讲，咱今仔日咱学着啥物货啦后一摆咱就会甲即个约拿书完全来结束过过我会准备保罗诶宣告好，到遮来有要回应无？
丁教授欢迎。来，有无？头拄我是有讲迄个基础迄个信心还是基础的听心的是，那解释较好。你知影，咱若对约拿来看啦吼，就是讲约拿伊是一个先知，对第一章伊就甲恁讲真清楚啊吼，伊是一个先知，伊领受上帝的呼召，但是伊却上帝叫伊上北东，伊却完全相反，吼上帝叫伊行陆地，伊当行水路。所以，伊基本上伊是离开伊原来的甲上帝的契约，先知爱受着膏抹嘛，所以伊甲上帝的契约，所以伊是离开伊原来听上帝的心。第四章的时阵，咱就会去看到讲，伊真正完全无悔改啊，就是讲，虽然伊经历着迄个死荫的迄个山谷，所以伊无上帝爱甲用叫鱼仔甲伊吐起来，上陆地，就是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你了解吼？伊本来是伫陆地嘛，伊是伫第二章，伊是一个伫陆地顶悬做先知，上帝叫伊着爱去传福音，互人来听，但是伊无爱，伊离开上帝远，伊离开上帝远。安尼时阵，咱就会看到讲，上帝佫叫伊起来，去到伫陆地，就是转去伊原来的所在，原来的工作，叫伊佫倒转去原来工作，叫伊佫成做一个上帝所采用的仆人，这是上帝爱伊所做的代志，所以上帝甲吐转去伫陆地有即个因素伫个去转去到伊原来的形，转去到伊原来的形。我看卖我用即个互咱看即个，好，这是伊是出世伫即个所在，出世伫即个所在，伊伫耶路撒冷来服侍，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伫嘛伫即个所在遮尔所以伊伫遮，上帝叫伊着爱对遮去到伫即个尼尼微城，但是伊却无爱落来伫即个约帕，甲坐船队要来横渡地中海，所以伊是离开伊原来的生活，离开伊原来生活。对伫遮，伊伫遮服侍上帝，但是伊无要听上帝的话，所以圣经就讲，伊就落去，这是向下沉沦。所以当伊去互即个鱼，咱假定啦上帝甲伊叫鱼仔甲吐来伫遮好啊啦伫遮，上帝佫甲呼召了，叫伊起来，这做歹写，叫伊起来，意思就是讲伊离开伊得罪上帝的一个原来迄个歹的生活，起来要去倒位？上帝叫伊去遐，所以伊恢复伊的先知的即份，伊原先甲上帝的关系，先知伊的即份。先知，伊的即份，甲倒转来伊原来应该受呼召的工作，所以伫即个所在，伊就回来原来的地方。咱讲迄个陆地啦，所以伊伫经文咧中间讲，我所敬畏的耶和华上帝是，伊是掌管还是创造大海嘛，创造陆地，伊伫遐甲发现讲。上帝真正是无所不在，伊无法度去
多谢上帝，大概是安尼啦。谢谢。对，有无？牧师，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到禁食的问题。嗯若要禁食是讲，譬如讲有人咧上班，哼，若上班的时阵，伊也讲想要禁食，是爱请假，拢伫厝，还是讲上班的期间，伊嘛是会使禁食。禁食即个，譬如讲一工嘛，一工即个时间是讲一直拢是咧读经祈祷，读经祈祷，一直这样子反复嘛，还是讲，还是会使可以做别项的代志。禁食其实有足侪无共款诶做法啦，有诶人是固定每一工一顿，伫迄个时间伊就用伫迄个时间祈祷，所以我较袂建议讲你上班诶时阵你用中昼顿禁食，因为迄个时阵你可能无法度真专心，甲上帝有好诶关系。我会建议讲，你若要禁食，你会当比如讲我要用3工，我要用7工，我固定一顿，伫迄个我会当真安静，伫遐来祈祷，其他时间你嘛是共款去上班，甲人有计接，我较爱提醒就是讲，咱咧讲信用，毋是伫门关起来，伫礼拜堂内底叫做信用。信用是伫你门关起来，伫礼拜堂内底，你领受了出去甲人直接，这叫做信用。所以当咱咧讲我为着要禁食，所以我拢无爱甲人交往，我着请假伫厝里安尼。我无认为这是一个好诶做法啦，就是讲你共款会通伫上班诶中间，你选择一顿固定，你就伫迄个所在真认真，甲上帝有好诶关系，共款。了后，你出去上班，甲人直接，你犹原用禁食的心态甲性命，甲人直接。安尼，你毋知有了解无？有啦，是有较清楚。对。有，好，谢谢牧师。袂。有诶教会有一寡做法，就是讲，比如讲，像若准讲咱即马要建堂，咱会当发起为着教会建堂来禁食。这个禁食有一种做法，现代教会较常做叫做接力禁食啦。一人签一工，伫一工中间有一顿固定，就迄个时间，你伫遐禁食来祈祷，每一工拢有人做即个代志，一直接力，安尼落去。敢若原来有一种叫做接力祷告，接力守望祷告，共款的迄个共款的意思，共款的做法安尼。有无？好，安尼无咱来祈祷。咱台湾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透过网络，搁一摆来自习来研读主你的话语。阮也透过永纳所传的悔改的福音，看见这个尼尼微城的人，虽然毋捌你，但是真单纯听到先知所讲的话，因就愿意来对你表达因的敬虔，望主你施了恩典互伊。这嘛是主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通亲像今仔经文所甲阮讲，阮着爱倒转来伫原来甲你的契约甲你的誓约亲像约拿所讲，阮要对你下阮所写的愿这是主你互阮起初的信心，起初的听心，起初你互阮的调兵恳求主你来帮助阮。这时阵，阮软弱，阮做袂到求主你，互阮有气力有你的同在，感谢你为着今仔日的时间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来祝福阮逐工的工作生活，拢有你充足的恩典。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免，晚安，谢谢，拜平拜安，拜。平安平安。哦大家谢谢。